硬气。秦晓，你给我站住！这婚要退也是我先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流氓！你太笨了，被人下了合欢蛊都不知道，跟你结婚一定影响智商。明明就是你先占我便宜。你就是秦晓，敢跟我王家大少王北元抢女人，给我打断他的双腿！哎，不是你瞎吧？我刚刚都退婚了，你没看见？你当我傻呀？你明明就是欲擒故纵的把戏，想让周夭夭对你欲罢不能。你没病吧？本少爷这叫睿智。动手！慢着！各位，你们看见我这张帅脸，有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卑，从而对我倒地膜拜？真不要脸！我操，你也叫帅啊？你觉得你比我帅是吗？那是当然。那好。现在你还觉得你比我帅吗？妈的，弄死他！这混蛋这么大！猪头熊，是你帅还是我帅？你帅，你帅，很好。欣赏我的帅脸，可是要收费的，标准价1万，给你打个12折，收你1万2。微信还是支付宝？你妈，什么鬼？都行都行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谢谢惠顾。走走走。秦晓，你给我等着！哎，下次我的帅脸可是要涨价了。妈，这个混蛋秦晓在学校羞辱我，我要退婚。你有什么资格敢对逍遥阁唯一的弟子不敬？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你跟秦晓结婚，日后管她叫老公；二，我跟秦晓结婚，日后你管她叫爸。什么？我管这混蛋叫爸爸？这婚我不退了。等我回头多收集秦晓的黑料，让老妈死心。什么？不退了？浪费小爷时间。那个有没有靠脸吃饭的工作可以介绍的？你很缺钱？缺，太缺了。那个老不死之前就给我留了1000块钱，要不是我长得帅，早就露宿街头了。我嘛，这倒是有份工作挺适合你的。说来听听。贴身男蜜。这混蛋居然还挺帅，不行，我怎么能有这种想法？我可是要退婚的。我给你办了入学，今晚先随我们参加王家的晚宴，明天开始陪夭夭上学。什么？我才不要跟这混蛋一起上学呢！你以为我愿意啊？嫣然姐姐，我要做你的贴身男蜜，贴身保护你。傻小子，我不需要你保护。肯定需要，我身边都是保镖，放心。你干嘛？嫣然姐姐，不想死的话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就别动。这是合欢蛊。什么？之前在学校，你女儿身上也有同样的蛊虫，此物真阴至邪，中蛊者仅需3日，便会沦为施术者的奴隶。到底是谁，居然同时对我们母女下手？不知道，但这蛊虫即将成熟，所以这下蛊之人很可能参加今日的晚宴。瑶瑶，吩咐下去，加强警戒。妈，我怀疑这秦晓就是故意吓唬咱们的，从一开始见面他就不怀好意。说你笨，你还不承认？松手！你放开我！嫣然姐姐，身为贴身男蜜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那我呢？
你那么笨，保护你也是浪费时间。混蛋你！混账东西！破幻谷没有发作之前，谁让你招惹周家母女的？破坏了龙主的计划，你我都要拿命来偿。爹，不怪我，这周夭夭她冒出个未婚夫，按照计划，这周家母女儿必是完璧之身。我怕她未婚夫捷足先登了，才先下手为强的。什么？就有此事？赤蛇大人，在下还要为组织筹措资金，想必此事还要有劳于您呐。龙主此次计划是为我不败门争夺大夏权柄，周家这对母女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棋子。今晚除了周家母女，宁城权贵，一个不留。好爽，好爽，爽死了，爽死了！你和多多合作。按照师傅的说法，7重桃花劫对应着7位绝色美人，不知道周嫣然和周夭夭算不算其中2劫啊？这就是周夭夭的未婚夫，只要把他除掉，这周家母女就是掌中之物。赤蛇大人，他很能打，你小心啊！在我的媚术下，只要是男人，都要跪倒。哟，帅哥，一个人呀？虽然我在等人，但既然你这么问了，没错，我是一个人。那要不要跟姐姐玩会儿游戏？3分钟就够了。靠，3分钟看不起谁啊？走，咱们去试试。妈，你看，那是秦晓。什么？我老公出轨了。妈，你看，这下婚宴是不是可以取消了？老公出轨？难道不是你魅力不够吗？老妈，我风华绝代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拖后腿的？老妈，你怎么可以向着外人啊？秦晓不是外人，他身为逍遥阁唯一的弟子，就算一无是处，咱们周家也要养他一生。这逍遥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势力？逍遥阁不是势力，他是一个人，一个站在世间顶点的人。鱼儿，这小子身手不错，可惜这会已经中了我的魅毒。等下我杀他易如反掌。这女人怎么跟周夭夭一样笨，还想让我中毒？太蠢了！好奇怪的戒指。小姐姐，3分钟到了，你不太行啊。别急呀，小弟弟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不玩了，我要回去参加晚宴了，不然要被扣工资的。小弟弟，你现在啊，可走不了。宝贝儿，你太心急了。不可能，你中了我的媚术，应该浑身发软才对，不应该舍得对我动手啊！小爷我3岁就拿鹤顶红洗澡，太弱。你身手这么好，没必要给周嫣然当女婿吧？来我们不败门，组织里有很多顶级名媛，任你挑选。你们不败门很有钱吧？我要全部抢过来，连马桶都镶金的。愚昧无知，死！你不是？没错，我不是小爷，我是修仙的。方才我已经在你体内种下了奴隶契约，从今天起，你只要背叛我，就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拜见秦主。说说你们的计划。3个月后，龙剑之争，按照规矩，得龙剑者
可获得大夏权柄不败门的龙主，为抢夺此剑，需要以合欢谷控制女子，做炉鼎双修。我得到命令，来到宁城，和王家合作。王家，王北元，难怪他在街上动手，是怕我挡他的路。给你个任务，藏到最后，别让王家发现端倪。这场游戏，我要继续玩下去。奴婢明白。多亏了少爷推荐我买了香水，抱歉，有些事耽误了。秦晓，咱俩还没结婚呢，你就在外面拈花惹草。你不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吗？我反思什么？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魅力，留不住我的心。秦晓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怎么了？诸位，为了感谢你们参加这次晚宴，我王北元准备了一个特别节目。关门！这都什么人啊？出什么事了？这也太吓人了吧！这什么人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来者不善，瑶瑶，待会遇到危险，跟紧秦晓。很好，游戏开始。王北元，你在干什么？这里的每个人可都是宁城的大人物，有一根手指头，你王家就跟着满门陪葬。威胁我！拖出去，打断四肢！皇上，饶了我吧，我把我的钱财都给你。这不，你死了，你的钱还是我的。接下来，我会让你们在绝望中死去。这怎么办呀？太霸道了！谁来救救我们呀？快跑！快走！快走！怎么办？快走！秦晓，带瑶瑶先走。秦晓呢？妈，我就说吧，秦晓根本就不靠谱。注意点，别让周家母女死了。王上放心，有乾隆在背后撑腰，就算这些人全都死在这里，对外也可以伪造成毒气泄露，这就是权力的强大。等一下，烟呢？我说，你们都是傻子吗？别人放的毒，你们不会开窗户吗？原来他根本就没自己跑。瑶瑶，看来你对他的误会很大。猪头熊，你比周夭夭还要蠢，放毒之前都不知道关窗户吗？金晓，这里这么多保镖，你怎么靠近窗户的？我怎么接近？当然，就这么接近。好快，我根本就都没看清楚。这家伙的功力不比他师傅差。宁城什么时候来了这等高手？我居然真又被打了！秦晓，今天我必废你！来人，住手！这下有的玩了。逃！猪头熊，你的人不经打呀！我要你死！如果你就这点本事的话，那我可要太失望了。好，这是你逼我的，等下不要跪着哭。喂，赤蛇大人，该您出手了。秦晓，我刚才打的电话可是给不败门排名第7、江湖人称赤蛇的顶级高手。什么？竟然是不败门排名第7的高手赤蛇？我听过此人，他的媚术可是天下无双，没有男人能抵挡得住。怪不得王家这么狂妄，原来是勾搭上了不败门啊！所以你想表达什么？秦晓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刚才在宴会厅门口，你邂逅的那位绝色美人，其实就是赤蛇大人，而你早就中了她的媚毒。是那个女人。难怪秦晓会跟他走，原来是被媚术蛊惑。人已经到了，秦晓，接下来我看你还怎么狂！她就是赤蛇大人。大人物啊！赤蛇大人，
您赶紧出手，让这个秦晓跪下求饶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让秦晓跪下。智者大人，您打我干什么？主人，这场游戏您玩得开心吗？有些无聊。跪下，怎么喊主人呢？这人是什么来头？王北元真是废物，连让主人开心都做不到。智者大人，您不是我这边的吗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你背叛不败门了？是又怎样？你疯了吗？不败门可是大夏最顶尖的组织，你为了这一个无名小卒与整个组织对抗，区区不败门，连我主人的一根手指都算不上。跟随不败门，哪有跟随秦晓修仙有前途？这女人倒也还算听话。给你3秒钟，滚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何宽果，我还有何宽果。周嫣然、周夭夭，我命令你们杀了秦晓。哎，你们怎么不听命呢？你们明明已经中了蛊啊！人蠢真是没救了，就你那点蛊，早就被我破解了。主人，这种废物，我来帮你清理。不急，猪头熊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以帅服人。说吧，你打算为我的帅脸付多少钱？100万。你要看不起我？500万。继续说。1000万，我出1000万。嫣然姐姐，王家现在有多少钱？王家最近谈了笔大合同，账上至少2个亿。我的帅脸值2个亿。2个亿？这是要掏空我们林家吗？说要钱还是要命？要命！左边口袋密码是5438438。早这么说不就完了？看在2个亿的份上，留你全尸。我都给你钱了，你还不放过我？我有说过会放过你吗？赤蛇，把他带出去，找个地埋了。遵命。秦晓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哎，各位，你们是不是也要为我的帅脸买单了？各位，我牛不牛逼？牛逼！这不败哪是什么坏人，简直就是送财的活菩萨。这要多来几个，我的梦想岂不是要实现了？秦晓，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我的梦想就是用纯金打造的大房子，连马桶和拖鞋都是纯金的，再养上17、18个绝色美人。你做梦！法律规定1夫1妻。媳妇我只娶一个，剩下的都是干姐姐、干妹妹、养女儿、闺蜜。我操，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啊？喂，赤蛇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主人，出事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不败的人腿倒是挺长。不败，小弟弟，咱们有误会。我叫顾雅，国际知名侦探，专门负责调查不败集团。我叫顾雅，国际知名侦探，专门负责调查不败集团。这美人竟然是顾雅，闻名全球的大侦探，据说着手调查过3位灯塔总统，没想到也参与进不败的事情中。可恶，腿比我还长。既然我们是一伙的，为什么不让我埋了他？很简单，你杀了他，不仅会背上命案，还会被不败借题发挥，利用大虾军队将你还有你身边的人全都抓走。那如果背上命案，是不是会很不自由？当然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会有警察抓。那岂不是不能自由的吃火锅、和小姐姐谈恋爱了？当然。我靠，那可不行！算你命好。秦晓，如果这次我能活着出来，我一定会亲手把你送进地狱。带走。你就是秦晓。今天的事，谢谢你啊。想要谢谢我，那请我吃顿饭就好了。好啊，那明天请你吃饭。好了，闹剧结束，咱们也该回去了。去车里等我。主人，您这是？带你修仙。走。主人，
不是说教我修仙吗？这是小爷独创的顶级仙法，阴阳调和。周大小姐，你躲在这里干嘛？我害怕，就在门口睡了一晚上。要不说你笨，我早就装了报警器了。什么？你不早说！瑶瑶，对秦晓尊重点。从今天起，她要贴身保护你。嫣然姐姐，那你呢？你放心，若真出了事，我一定会等到你来救我的。这样可不行。答应我，从今天起，24小时带着这条项链，它会代替我保护你。好，我一定好好珍藏。这样才对嘛。笨女人，走，上学去。秦晓，秦晓，秦晓，你这个畜生！那是我的车。我这是锻炼你的逃跑能力，不满意去找你老妈退婚。你以为我不想啊？我是怕你当我爸爸。我倒是觉得我当你爸爸，好像更好点。你做梦！你就是秦晓。为了和周夭夭共进晚餐，我们要挑战你。没错，就是我。那个各位，报名费交一下吧。哎，秦晓，你这在干嘛？周大小姐，你不看校园论坛呀？想要和周夭夭共进晚餐吗？只要打败秦晓，就能获得和他共进晚餐的资格哦。报名费500一人。你这个混蛋，你居然拿我赚钱！哎，我这也算是废物利用，钱交的差不多了。现在，挑战开始。挑战开始。喂，妈，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和秦晓掉河里，你会选择救谁啊？那还用说吗，宝贝？当然是你未婚夫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许高看自己。算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好了，今天的挑战到此结束，明天继续。除了拳头，任何挑战我都接受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们也没问啊！要不是赤蛇在国外用钱的地方太多，我何必辛苦搞钱？这就是赵天才，好漂亮啊！你是周夭夭的未婚夫吧？我是赵天才，外语系的。谁啊？不认识。你连他都不认识？他可是我们省城2大校花之一。南有周夭夭，北有赵天才，他们2个斗了很多年。走。什么味道？是我的体香。不像。哎，算了，你找我干什么呀？帮我打败周夭夭，坐稳校花之位。这400万的兰博基尼就是你的啦。你要打败周夭夭关我什么事？我都要和他退婚了。当然跟你有关系。明天我要让你当众向我示爱。示爱？我靠，你有病吧？这么多年，你是唯一一个让周夭夭吃瘪的人。只要你当众向我示爱，就等于向所有人证明，我赵天才比周夭夭更有魅力。你很有钱吗？我赵家实力也不比周家差。我对车不感兴趣，要我帮你，除非你当我的女朋友。什么？你不是周夭夭的未婚夫吗？别提了，我早就想跟他退婚了，可是他妈妈不同意。正好你当我的女朋友，也可以帮我退婚成功。可以，只不过我是假装你的女朋友，私底下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。好，说定了，明天见。想让我当你女朋友？做梦！明天我一定要把你狠狠拒绝，把你踩在脚底下。发展海外势力，买豪车和大房子都需要钱，单凭自己赚到猴年马月，不如靠我的帅脸找富婆。喂，腿长姐姐，要请我吃饭？你怎么满脑子都是吃啊？我是提醒你，根据情报，不败已经盯上你了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你这通电话来晚了。你说什么？逍遥阁弟子，
从不轻敌。跟了那么久，累了吧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没人教你潜行跟踪的时候不要喷香水吗？把这事给忘了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我是来杀你的。说吧，有什么异议？有。什么？作为杀手，你的废话太多了。你太弱了。你太弱了。我居然败了！我那么强，你败也正常。你可知我是不败门排名第3？你是不败的人。说，是想活命，还是想见太奶？这就是活命的代价。没错，你已经被我种下了奴隶契约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和赤蛇一样，要奉我为主，为我杀人。这奴隶契约怎么控制了我的思想，让我无法背叛你？当初我为了练这个，被我师傅抽了3个月。要是不管用，那我岂不是白挨打了？这次除了我，不败还派出3位高手，按照明天上午的计划，准备同时绑架周嫣然、周夭夭、护雅3女。什么时候？现在。你不早说！你也不给我说的机会。不败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绑架周夭夭。光天化日竟敢持械行凶，好大的胆子！哪来的傻逼？少管闲事，赶紧滚！我叫秦晓，全世界最帅的小哥。什么？你是？罗刹，主人，趁那个傻丫头没发现之前，把这个杀手扔出宁城，再废掉四肢。是。小弟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正开车往学校赶来。我没事，你回头看一下有没有人在跟着你。跟紧点儿，别让那小娘们跑丢了。你猜对了，确实有人在跟踪我。你发个定位给我，一直开不要停，找个没人的地方。既然这样，你们不败就别怪我抢夺龙剑，再搬空你们的金库，差点把那个傻丫头给忘了。他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别管我为什么在这儿，你要不想死，就赶紧回学校等放学，我派人来接你。出事了！出大事儿了！哼，让你跑！哼，顾雅，不败向你问好。光天化日之下杀人，你们不败真是越来越疯了。龙剑之争迫在眉睫，为了达成目的，付出再大代价也在所不惜呀！那你还等什么？杀了我！小侦探，我这次接触你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：加入不败，放我儿子！哼！一群蝇营狗苟之辈，我就算死也不会加入你们。好，竟然不识抬举，老子只能送你上路了。小弟弟，我等不到你来了。小姐姐，我没来晚吧？小弟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的手没事吧？一颗子弹而已。几位，这个女人的命我保了，不想死的话，就趁早滚。你就是秦晓。我再问你，我们不败的罗刹大人在哪里？什么你们不败的？从今天起，罗刹是我专属的罗刹。放屁！动手！小姐姐，你见过神仙吗？这我倒没见过。那你今天就见到。我这个人最讨厌麻烦，所以我正式通知你，带着不败所有的人滚出宁城。秦晓，你别太嚣张！我很嚣张。那好，替我给你们老大带句话：龙剑我要了，他想呢就跪下来和我道歉。秦晓，你有种，你真有种！不过你马上就会尝到生不如死的滋味了。小姐姐，你被废物威胁过吗？废物？没有。人间惨剧，我居然被一个废物给威胁了，
真丢人！你的说全是废话。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暴力，但我更不喜欢被人给威胁。这是我独门研制的药丸，叫做千钧万，只要吃下去，浑身时时刻刻就像被千万只蚂蚁在啃食。秦晓，你也太卑鄙了吧！不败不会放过你的，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小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你赶紧去周总那里，他们肯定会对他们下手的。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周嫣然，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跟我们回不败；2，死。我要是拒绝了，夫人，得罪我们的后果很严重。如果你能配合我们可以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配合我们拿下龙剑。我记得我们家秦晓说过，这把龙剑他势在必得，凭你们也配？放肆！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们了。动手！秦晓，记得来救这老大人没了！给我追！这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原地消失？秦晓，你哪怕准备的再完美，周嫣然也会被带回不败门。有没有人说过你废话很多呀？你说什么？我最讨厌废话多的人。派去绑架周嫣然的人都是顶尖高手，就算罗刹出手，也保不住周嫣然。谁说我派人保护他？你什么意思？小姐姐，跟我的嫣然姐姐打个招呼。周嫣然在哪儿？在这儿。这是哪儿？大变活人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？我没事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也不知道，小弟弟刚才就这样打了个响指，然后你就出现了。秦晓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好厉害！我知道了，因为这项链。没错，这项链里有一枚神行符，只要你遇到危险，就会立刻激发，把你送回到我身边。谢谢你。都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。这么说，你答应婚约了？什么婚约？哎，你可是我的干姐姐啊，我怎么能娶干姐姐的女儿呢？这是不道德的。啊？顾侦探，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见什么笑？都是一家人。长腿姐姐以后就是我的二姐姐了。喂，你干嘛到处认姐姐？人长得帅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哎，小弟弟，王涵跑了。没事儿，你忘了，我是故意放跑他的。哦，忘了。罗刹，是主人。替我给不败门准备一份大礼。妈的，废物东西！龙主大人不能怪我，就是那个秦晓，他不仅把我们所有人都给灭了，而且还惩罚了罗刹大人。秦晓，喂，你就是不败门的老大吧？我叫秦晓，全世界最帅的小哥哥。秦晓，你竟然敢亲自来找我，好大的胆子！别生气嘛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什么？老公，老公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看呀！这怎么还擦不掉啊？他们是用猪肉质简章盖的，还怎么办嘛？来人，备剑！我要入宁城。老大冷静，龙剑即将出世，绝对不能出差错。说得对，龙剑还有1个月就出世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把他治好了，给他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混蛋秦晓，你为什么把我们吊起来？你懂什么？这是我独创的修行法门，可以极大的刺激你们的经脉，提升自身的强度。修行1小时，顶得上别人1年。可是这样好羞耻啊！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不可能一直保护你们，你们得自强。那我可以休息会儿吗？当然不行，你看嫣然姐姐都没有喊累。瑶瑶，秦晓这是为了咱们好，要是咱们好好修炼，
没准龙剑之争，咱们也能帮上忙呢。看看嫣然姐姐这觉悟，周夭夭，难怪你笨死了。嫣然大姐姐，顾雅姐姐，你们两个12点上床休息。我呢？你太笨了，今晚就在绳子上睡吧。什么？混蛋秦晓，我一定要给你退婚！这边，跟我这边。不是说今儿个要挑战赛吗？这咋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虽然我打架不行，但是我打篮球厉害啊！今天我一定要打败秦晓，赢得周夭夭女神。厉害啊！好，你看，周夭夭来了。夭夭，这些人是？老妈，他们是来挑战秦晓的。这个混蛋居然把跟我吃饭的机会挂到了网上，用我赚钱。什么？老妈生气了，婚约终于可以取消了。居然有这么聪明的商业头脑，这姑爷我更喜欢了。什么？嫣然姐姐也来了，今天这个婚一定能退场。居然有2个女神都来了！赵天才也来了。全校3位女神齐聚于此，今天这场挑战赛有意思了。是啊，这么多美女，不会都是为了秦晓而来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秦晓能有这样的艳福啊！今天我就要在全校的见证中征服秦晓，挫败周夭夭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打扰主人玩游戏。那就好，国外的事情我快处理完了，不许再提退婚的事情。要是没有秦晓，你早就被不败门抓走了。真的吗？可是我那天怎么一点危险都没遇见啊？傻丫头，那是因为秦晓在暗中保护你。这个混蛋真的有那么好吗？很好，接下来就是按照计划收下赵天才，既能让嫣然姐退婚，又能抱富婆大腿，完美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接下来，周夭夭午餐挑战赛正式开始。来，秦晓，今儿我第一个挑战你。我为了得到我周夭夭女神，我可花了10万报名费。10万就吃顿饭，那你可真是纯纯的大冤种啊！少他妈废话，我要跟你比打篮球。各位，请注意，第一场比赛打篮球。我可是学校篮球队队长，你必输无疑。先说规则，项目你定，规则我来定，这才公平。行，给你个机会。既然是打篮球，那咱们就真正的打篮球，看谁用拳头把篮球打破，谁就算赢。妈，你看，他就是个暴力狂。秦晓，有你这么比打篮球的吗？不满意？那要不我定项目，你定规则。我最想比的是颜值，因为我不会输。哎，你们有谁要跟我比帅呀？这么来啊！跟他比帅只有2个结果，要么承认他帅，要么被他打一顿再说他帅。这位同学，看来大家都不想让我定项目。比就比，我就不信你一拳能把篮球打爆，泰森来了都不行。如果我打不破，就算你赢。篮球扔过来。这会是吗？我去，这么狠，太狠了吧！这比拳王还牛逼呀！他们还真是蠢，跟秦晓比武力。不是他们蠢，是秦晓聪明。你没发现这里的所有人都掉进了他的陷阱中吗？好像还真是。同学，篮球还给你。哎呀！走走走。哎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意外，意外。还有谁要和我比啊？现在到我了吧？什么情况？赵天才也要挑战秦晓？他来做什么？送上门的女朋友，不要白不要。我是女生，规则我来定，没问题吧？不用比了，我认输。
秦晓竟然认输了！放水，这绝对是放水！死秦晓，你输给谁不行，非要输给赵天才，你这是故意跟我过不去。虽然早就约定好了，可他还是这么草率。既然我都认输了，有什么奖励啊？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啊？很简单，我想要你当我女朋友。秦晓，你这是在向我表白吗？你不是有未婚妻吗？大家都知道，我准备退婚。他怎么敢口中说出来？死秦晓，你给我去死！搞没搞错呀？这货都那么多妞了，还打他的主意？无耻！拒绝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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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家先安静一下。秦晓，你觉得我比周夭夭更好，是吗？笨妞，对不起了，小爷我要主动应节成仙，婚约必须要退才行。没错。秦晓，你给我去死！周夭夭，你输了。秦晓他不要你，可他却喜欢我，你不觉得这是你的失败吗？赵天才，我周夭夭不需要男人来依靠，来证明我自己。那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吧。当然，我拒。不愧是我主人，行事果然不拘一格。走！混蛋！我是想拒绝的，我是想把你踩在脚底下的呀。这女人还想套路，做梦！妈，你看她。瑶瑶，你要是有老妈一半的姿色就好了。妈，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还向着她？傻姑娘，你可是他师傅指定的未婚妻，你管他什么天经地义？他要找你退婚，那是怕你管着他。也是啊，我是正派，我可以管着他。死秦晓，你死定了！我们不是在演戏吗？你不守信用！我一向是卖身不卖艺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女朋友了。能，你想得美！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当我女朋友的。做梦！嫣然姐姐，你看，我现在有女朋友了，那婚约是不是可以解除了？你要解除婚约？周瑶瑶，瑶瑶，你答应吗？傻丫头，赶紧答应啊！你不是一直都期待解除婚约吗？我现在反悔了。什么？我现在不仅不退婚，还要牢牢地把你抓住，我不能让别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罗畅，主人请吩咐。今天晚上周夭夭的训练加倍。你说什么？你这是要玩死我？喂，顾雅姐姐，怎么了？想我了？秦晓啊，没想到吧？是我，王涵。秦晓啊，10分钟之内在山顶仓库见我，否则的话，活活的烧死顾雅。嫣然姐姐，如果我想杀人，该怎么办？秦晓，你天命不凡，乃是阎罗转世，你大开杀戒，这世界将永不安宁。顾雅被王涵抓走了。什么？王涵？那还等什么？杀死这个王八蛋！啊，这么双标。不过，我喜欢。你们等我晚上回去吃饭啊。这个混蛋，他真是来去自如。他开的是我的车。元，父亲，秦晓啊，已经上钩了，别忘了龙主的吩咐。这次把你放出来，就是为了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明白。利用顾雅拖延时间，我趁机绑架周家母女。这次必须一定成功。为了对付秦晓，龙主大人不仅从国外请来了顶级刺客，而且还赐下了一件宝贝。好吧，放心，这就去行动。去吧，小婊子，上次
就便宜你，让你逃了。这次，我要跟你好好的玩玩不可。合欢伞，再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变成一个银瓦道士。来吧，宝贝儿。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天晓，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你也躲不过这么些子弹。我何时说过，子弹需要躲？宝贝，妈要回去处理一点公司的事情，好好上学。好。周夭夭，你输了。从今以后，我才是宁城第一校花。秦晓是我的未婚夫，那又如何？他已经向我示爱了。没关系，我做大，你做小，我们一家。周夭夭，我跟你拼了！周夭夭身边那个人是谁？好像是赵天才，赵家大小姐。赵家也不错，不比周家弱。一起绑了。是。走，走，走。你竟然能挡住子弹，你为什么以前没有施展？蠢东西！我要是以前施展，你们还会上当吗？还会继续拿着武器来对付我吗？你他娘的一直在耍我们是吗？不怪我，要怪就怪你们，太单纯。秦晓，秦晓，秦晓，你哪怕再牛逼，也没有起死回生的本事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啊！王涵，你知道上一次我放你一条狗命，除了让你回去报信，还有什么原因吗？什么？你说？因为阎罗见血，天下不宁。秦晓，龙主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秦晓，快去救周家母女！这是不败门的调虎离山之计。啊，我身上好热。秦晓，我渴望男人。啊，二姐姐，你这是中了合欢散，如果半个小时不与男人合欢的话，就会经脉尽断。该死的不败门，半个小时足够他们送周家母女出国了。你别管我，你快去救他们。你不怕死呀？我不怕，只要小弟弟能替我。你干嘛？帮你解毒。你不是要去追他们吗？难道你是要边跑边解毒？猜对了。黄北元，你这个畜生，王八蛋！叫吧，就算你叫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秦晓，傻妞，小爷来救你了。秦晓，怎么来这么快？秦晓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好姐姐，我要去救人。那你自己小心一点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。秦晓，我父亲呢？你说呢？你把他杀了！秦晓，我要你死！带出来！秦晓，秦晓，救我！放开！这不是赵天才吗？出头熊，你该不会是绑不到嫣然姐姐，拿这个赵天才凑数吧？少多嘴！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让开；二，死。这么狂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不让了是吗？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
吃啥？土包子，没见过吧？此物乃是我不败门压箱底的宝贝，名曰斩仙剑。很厉害吗？我靠，这么厉害！龙主赐下的宝贝这么厉害，秦晓，今日我用你的血祭奠我的父亲。这斩仙剑有些古怪，不可硬扛。人呢？人到哪去了？是人呢？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不知道啊！不知道，去找吗？对，咱们一定跑不远。是。秦晓，要你血债血偿。没事吧？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我这手镯的内部空间，要不是这次遇见危险，我是真不想进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师傅在这里设下了禁制，如果我躲进来，那就说明我的本事还不够，必须突破元婴期才能出去。元婴期？这是我们修仙的境界。修仙一图分为炼气筑基、金丹元婴，我现在是金丹巅峰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突破，我们就要在这个鬼地方待一辈子呀？理论上是这样的。那你需要多久才能突破？不出意外的话，100年，足够了。100年？那我不成老帮菜了？那我也没有办法呀，除非什么？修炼邪术啊！不过这个是我师父明令禁止的，而且有你们其中一人同意才行。只要能出去，什么邪术都可以。这邪术说来也简单，就是阴阳调和。阴阳调和？啊！你是要和女子双修？没错，赵天才女朋友，你要不要牺牲一下自己？为什么是我？你是我女朋友嘛，咱俩双修，天经地义。你放屁！那边还有一个你的未婚妻呢。我看不上她。秦晓，我掐死你！考虑一下呗。那如果我答应你，需要多久？7天足矣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秦晓，你这么猴急？再拖延下去，我担心2个姐姐有危险。这都7天了，还没有消息吗？对不起，周总，我们找遍了整个江南，都没有他们的消息。继续找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们找回来。是。小弟弟不会有事吧？不会的，秦晓那么厉害，肯定不会有事情的。不用找了，秦晓已经死了。你是谁？我叫血杀，不败门排名第1的高手。你有什么事情，冲我来，放过嫣然。你们2个，我都不会放过。7日苦修，终于突破了。终于完事，老娘都快被你榨干了。跟我双修你不吃亏，你现在的修为已经达到炼气巅峰了。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的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跟他退婚？退婚的事情我可做不了主，必须嫣然姐姐点头才行，否则我师父会揍死我。那你答应我，不许再有其他女人。我发誓，我
只有你一个女朋友。那就好。小爷我确实只有一个女朋友，剩下的都是干姐姐、干妹妹。天才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。啊？傻妞，准备回家。来啦！等回去，我一定给你师傅烧香，把你的恶心一五一十的告诉他。走。不好，我留给嫣然姐姐的项链被触发了。我妈有危险。你们俩打车回去，我去救人。啊！周夭夭，这局我又赢了。秦小的根本不想碰你。神气什么？等我和他成亲以后，你永远都是小三。就算是小三，我也会抢走秦小的。你们两个，我都不会放过。再敢往前，死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不败门的叛徒。叛徒？哼，笑话！老娘明明是弃暗投明。冥顽不化，找死！给你3秒钟，把你的手从罗刹的脖子上挪开。秦晓，我就知道你没事。小弟弟，你想死我了！放心，我没事，我那么帅。原来你就是秦晓。你可还认识这把剑？这怎么可能？好快的速度！服不服？不服！现在呢？服了，服了！那行，小爷我今天刚出关，心情好，给你个活命的机会。好，你说什么，我都一定照办。龙主，不好了！龙主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血杀投靠秦晓了，将组织基金全部盗走了。什么？我也没想到，他竟然还活着，而且还变强了，连飞剑都挡不住。现在还剩多少钱？还剩2块5毛2。2块5毛2。想不到我千百年基业，竟让这小兔崽子毁于一旦。龙主，小心身体，还有半个月就是龙剑争夺的大日子了。不用你多嘴。去，再给我抓100个炉鼎回来。本座要突破元婴初期，以不败姿态夺回龙剑。是。主人，不败门的全部资金都已经存到了海外银行，共计3000亿。这龙主还真是个大善人，只可惜这羊毛只能薅一次。混蛋秦晓还没结束吗？放肆！修仙可是天大的机缘，日后可以保护你们性命。主人，赤蛇来了。进来。赤蛇见过主人，您吩咐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。现在海外有10支雇佣兵军团，共计10万人，等您吩咐。让他们准备好，龙剑之争当日，
潜入大夏，覆灭不败门。主人，这是本次龙剑之争的规则。抢把剑还要规则，直接把对面打服不就行了吗？主人，你应该知道，龙剑代表的不仅是武力，更是统御大夏的权柄。没错，既是统御一国，那仅仅武力强大是远远不足的，还要有庞大的财富，以及出众的才华。这样，那不巧吗？论拳头，我天下第一；论财富，我刚刚抄了不败门的老窝；论才华，帅就是我最大的才华。主人确实很能打，但这个财富指的可不是银行存款，而是指你所掌握的商业版图有多大。嫣然姐姐可是宁城的首富。不够，不败门组织中有10大财团助力，他们能调动的资金，可不是几千亿能比拟的。这倒是个问题。至于才华，帅和不够，不过这个倒没有关系，只要咱们能赢下2局就行。其实我还有很多才华的，比如围棋，比如书画，比如剑马，只是都被我的帅气给压制了。主人，没有人是全才，神仙也不行。行不行？秦晓，如果你需要钱，我倒是认识一个人。我就知道嫣然姐姐有办法。先别夸我，此人是曾经的全国首富沈先生，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，肯定能击败10大财团。那还等什么？我这就去。先别急，我给你写一封信，希望能说动他出山。这里就是那位首富的居所吧？站住！干啥呀？小爷，我来拜访沈老先生，他老人家在家。长儿，你要拜访我家家主啊？这位先生，沈老先生又不是什么皇亲国戚，怎么见一面都不行啊？你见个屁呀！我家家主病入膏肓，都快死了，已经准备下葬了。就是还没有死透。你干啥呀？救人啊！你以为你谁呀？连全世界最牛逼的医生来了，都对我家家主的病束手无策了。不是你听不懂人话呀？全世界最牛逼的医生束手无策了。我又不是医生，关我什么事？那你干啥的呀？我有个外号，叫做毒死人不偿命。长儿，我操，人呢？沈先生已经无力回天了。爷爷，爷爷，不要了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哭什么哭啊？你爷爷不还没死吗？你是谁？我叫秦晓，全世界最帅的小哥哥。不认识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各位冷静啊！你们要是把我赶走了，可就没人能救你们家老爷子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能救我爷爷？怎么救？把这个喂老爷子吃下去。什么？这是何物啊？什么？这是何物啊？撒哈拉毒蝎王，全身剧毒，只需一滴就可以毒死100人。你居然让我爷爷吃这东西？怎么？你有意见？阁下莫不是看我沈家遭灾，存心上门消遣我们？这东西是人吃的吗？这东西确实不是给人吃的，一般情况之下，我都拿来喂狗。你居然骂我爷爷是狗！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先别急，这蝎子虽然平日里是我拿来喂狗的，但今日喂你爷爷正合适。喂你爷爷才合适！不用赶他出去了，把他打残。年轻人，别太冲动。你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最近突破了，压制不住自己的修为，他们承受不住我的目光而已。不可能，这世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，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你的毒术。看在你无知的份上，
我就不揍你了。我呢，不会医术，只会毒术，以毒攻毒，以毒救人。所以，要不要吃，要不要赌，随你们。我吃。爷爷，你疯了！小先生，敢问成功几率是多少？不足一成。什么？不足一成？那不是必死无疑吗？爷爷，您不能吃。一成已经很多了，我已经没有希望了。爷爷，够了，不要再劝，我意已决，拿来。怎么了？这还不简单，当然是失败了。什么？我爷爷他死了？你管我爷爷？是你爷自己要吃的。本来还能活3天的，现在人直接没了。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跟他说呢。爷爷，爷爷！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哭鼻子？真丢人。我爷爷死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了，我哭怎么了？跟那个蠢妞一样傻。你爷爷确实是死了，但我可没说我救不活呀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爷爷得的是血癌，吃下蝎子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一步，以毒去癌。以毒去癌？你没骗我？蝎子的剧毒虽然毒死了你爷爷，但同时也去除了他体内的癌细胞，所以现在我只需要抽醒他。我的身体，我的病全都好了，谢秦先生救命！快请起。秦先生，之前是我草率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和美女计较。那个嘉欣啊，俗话说救人一命要以身相许，你看爷爷肯定不方便了，所以你要不要嫁给小先生？什么？让我嫁给他？什么？你让我娶她？老爷子，你家孙女又不傻，怎么可能答应？我答应。我靠，你没病吧？我相信爷爷他不会害我的。再说了，你长得也不丑。虽然我长得很帅，但我今日来可不是来娶媳妇的。老爷子，我这趟来是有件大事。小先生有何事？但说无妨。我需要你帮我抗衡大夏10大财团，助我抢到文件。这可不是小事儿。小先生，你想好了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怕？怎么可能？我早就想跟他们碰一碰了。嘉欣，爷爷，通知下去，从今日起，沈家所有产业供小先生调遣。是。小先生，只此玉牌，可调动沈家所有资源。这可是你们沈家的命脉，如此轻易就给我了。老朽又不是蠢货，小先生一个眼神就下跪所有保镖，更有起死回生的本事。我要是还敝帚自珍，岂不是不识抬举？难怪你能当首富，懂事。啊，小先生，您这是？我很忙，没空搭理这些。既然你想嫁给我，从今日起你就帮我打理商业版图吧。你是答应娶我了？我答应过我的女朋友，不会找第二个女朋友。
所以以后你当我的干妹妹。妹妹，干妹妹不是亲的，你上面还有2个干姐姐，她们……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带你回去见她们吧。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嘉欣，这可是你的机缘呢。那就麻烦小先生了。还叫什么小先生？叫小哥哥。小哥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小弟弟怎么还不回来？按照那家伙的秉性，现在没回来，肯定有问题。他不会又从外面领了个干妹妹回来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各位，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干妹妹。我靠，还真有啊！你们好，我叫沈嘉欣，是沈家的大小姐。沈家的大小姐，秦晓，你还挺有本事的嘛！叫你去拉拢沈天豪，你把人家孙女撬过来了。不怪我，是沈儿子硬塞给我的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秦晓的财务经理了。以后沈家所有的财富都归秦晓去使。没听错吧？小弟弟，你做了什么？哎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沈儿子要死了，我给他续了10年命。10年？没想到我交的这个男朋友，居然如此厉害。我会的还很多，这样。跑起来，不许偷懒！1、2、1，跑不动了。跑起来，不准偷懒！记住，这可以打开你们腿部的经脉。秦晓，你骗我！说过让你慢慢体会。为什么我也要训练呀？既然你认我做哥哥，那我就有义务带着你一起修仙，不许偷懒。妈，我发现个问题，在秦晓面前，这么多女人居然都不吵架。傻丫头，你还没发现吗？是吗？只要有秦晓在，你会发现，就算天塌下来，他也会保护我们的。好像还真是啊。完了，女儿，你沦陷了。才没有呢！主人，出大事了！天大的事儿也等我带着姐姐妹妹、女朋友还有傻妞跑完步再说。龙剑提前出世，时间仅剩7天，咱们得提前进京了。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。另外，不败门的死对头天刀派人送来密信，说想跟您在京城见上一面。天刀有钱吗？虽然不如不败门那般势力庞大，但是资金规模不少于1000亿。蚊子腿再小也是块肉，可以见见。集合，准备好，咱们去京城。去京城干嘛？看来，龙剑之争已经迫在眉睫。我靠，这谁啊？比明星派头都足，整整7位大美女，我眼睛都看花了。中间的男的可太可恨了。小哥哥，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？这也叫高调？小爷我今天心情好，赏你们的。这有人撒钱啊！快抢啊！钱！快！这边！我的，给我！我先拿着。你别抢！给我！你别踩呀！别抢了你！这么多钱，松开！这才叫高调。请问您就是秦晓吧？是啊。我是天刀第一高手叶斑兰，刀王已经在等你了。我们才刚落地，你们就过来了，手伸得够长啊！虽然说我们天刀比不上你们不败门，但也是大夏最优秀的组织。再有下次，人头落地。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好快的速度！如果我和他交手，不出1回合我必败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今晚可能要打架，带这么多人不方便。
你们在酒店等我。今天晚上必须去我房间，否则我死给你看。好，女朋友最大。当然，我的姐姐和妹妹也一样大。大王，秦晓到了。哟，你就是秦晓，本王给你个机会，加入天刀，成为我的奴仆，替我夺下龙剑。要我给你当奴才？你什么境界啊3日前，本王窥探天机，迈出最后一步，成为最强10人之一。当然，说这些你也听不懂。本王乃是筑基期仙人。筑基期，这么垃圾啊！放肆！不知天高，见识浅薄，本王不怪你。这刀王也是个没脑子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就陪你好好玩玩。哎，那么拜入你的门下，有没有入师礼啊？什么？我堂堂筑基期仙人收你为徒，那是你天大的机缘，难道不应该是你给拜师礼吗？我当然有拜师礼了，是我从不败门偷出来的全部资产，总共3000亿。什么？你这是何意？我都决定要拜师了，你急什么呀？本王可以赐你修仙的机缘。机缘什么的都是画大饼。我需要看到你们天刀真正的底蕴。放肆！一派机缘岂能……哎，你干嘛去？这3000亿，我去任何组织都能拜师，我何必找你啊？这是天刀压箱底的宝贝，快打开看看。这啥？这乃修仙丹，凡人吃了便可踏上修仙之路。修仙丹，好东西啊！弄到手以后，就可以让家里那些美人直接修仙了。这些丹药，你们天刀有多少？此物极其稀少，我们积累几百年才有9颗。9颗？姐姐、妹妹、女朋友、未婚妻，足够了。你看我干什么？除了这些丹药，你们还有钱吗？那是当然。咱们天刀虽然没有10大财团的支持，但也获得了大型企业的青睐，麾下资产万亿。这样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没做什么呀，当然是打劫。什么？所有案件成员集合救主！希望你不会辜负我。你很有天赋，没必要为人卖命。给你一个机会跟着我，你也不欠我什么。所有人都给我滚出这里！叶大人，暗王发出命令了，胆敢上前一步，死！叶斑兰，你竟然敢背叛本王！小畜生，看来你早有准备，要吃老夫的绝户了。胡说！明明是你先拿宝贝勾引我的。你不要脸！少废话，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上交宝物；第二，被我打一顿之后再上交宝物。小畜生，你还真是井底之蛙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对付你，我只需要1掌1拳。我头一回见到比我还不要脸的人。对付你，别说1掌，1只小拇指足够了。看来你不知何为筑基期，何为仙人。仙人者1拳1掌皆为大道，一动一念，花开花落，去死！这怎么可能？你刚踏入仙途，分不清楚我的深浅，我不怪你。待你修行100年之后，踏入金丹期，你就知道小爷这座山有多高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这么一招就把我给秒了。你太高估你自己了。刚刚那一招，我收了90成力。
我不服，差距如此之大。你再说一遍。重新组织语言。我服了。服了就好。既然服了，该叫我什么？齐先生，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大哥，那个，师傅。哎，乖徒儿真乖。既然拜我为师，那是不是要收拜师礼呀？那是自然。今天晚上全部送到我房间，不是开玩笑。你胆敢私藏，你知道后果的。明白。走了。亲王，外面的虫子我都已经消灭干净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上一任主人珍藏了一辈子的好东西，吃了就能修仙。现在赏给你了。这么珍贵的东西，我配吗？配吗？记住，众生万物生来平等，没有对错，没有高低。他能修仙，你自然也可以。众生万物生来平等，斑斓铭记于心。我没时间处理天刀，这里就交给你全权处置了。那要是有人不听话呢？杀了就行，区区一个天刀，没了重建就可。我会派赤蛇和罗刹帮你。恭送亲王。男朋友，你回来没有？我在你房间呢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礼物？等我。女朋友，我来啦！嗨，周夭夭，你在这干嘛？我就是有点气闷，出来透透气的。透你妹的气！还有一个，嘉欣，你躲在这里干嘛？爷爷说了，今天一定要把哥哥拿下。怎么，周夭夭，你是吃醋了吗？我才没有呢！我和秦晓的美好夜晚就被你们给这样破坏了。哼，活该，活该！来，小太子奶闭嘴！小太子奶，啥意思啊你？倒过来念。小太子奶子，我给你拼命找天才！干什么？哥哥，我今天穿黑丝了哟。真的呀？那我要检验一下。啊，在这不太好吧？我给你们热了牛奶，记得喝。怎么连嫣然姐姐也来凑热闹？现在只剩下顾雅姐姐了。叫我啊！我靠，还真在！这下好了，都凑齐了，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呀。主人，你要是不行的话，奴婢这里还有道药方。不用，小爷我行走江湖，靠的是一身正气。既然人都凑齐了，我有好东西要送给大家。这能助你们修仙，一人一颗，从今天起都是仙人。都打起精神来啊，好好修炼。不好，天界小姐走火入魔了。不怕，有我在，快送我房间。你是要用你的元婴阳气
为他平和魔气。没错。佛说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你心魔已除，好好修炼。谢谢男朋友。哎呀，我完了，我走火入魔了。主子，这又来一个，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真拿这小丫头没办法，驱魔呗。沈嘉欣是故意的，哇，这个女人好卑鄙啊！傻丫头，你就不知道学着点。难怪秦晓老往家里面带女人，可惜老妈我风华绝代。我才不屑使用这种方法呢。那个，我也走火入魔了，预约第3位进去驱魔啊。顾雅姐姐，你怎么也……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。那个，麻烦里面的快点啊！啊，我这情况很紧急，需要小弟弟的温暖怀抱。啊，不愧是国际知名侦探，佩服啊！可算是完成爷爷交代的任务了。我这治疗走火入魔的本领是越来越好了。等我抢到龙剑之后，我要开一家妇科诊所。不行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那个，你开诊所之前，先把姐姐的病给治好啊！我刚才也走火入魔了。赤蛇，为我护法。是。又一个贱蹄子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抓住秦晓。对了，我可以给他生个孩子。瑶瑶，看来你要孤独终老喽。不过是一些胭脂俗粉，只要是我不退婚，这些人都要失败。可惜嫣然姐姐没有走火入魔。好了，各位美女，你们的仙丹也消化的差不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是修仙者了。真的吗？不会这么简单吧？我试试。真的成了！我可以用意念操控物体了。这就是修仙的感觉。我能清楚地感觉到，我的体内有一股巨大的能量。这才是仅仅的第一步。足够了。如此一来，对于缉拿不败门，我就更有把握了。主人，龙剑出世了。龙主，龙剑出世了。好。终于让我等到这个时候了，通知下去，全体不败门全力出击，拿下龙剑。已经通知下去了。对了，这回那秦晓是不是也参加此次的龙剑之争啊？没错，今天我要亲自为我父亲报仇。放心，新仇旧账一起算。龙剑，舍我其谁？你抽我干什么？龙剑都已经出世，你还在这打坐，耽误了主人的好事，我哪里是问？知道了。龙剑出世，嘉欣，抗衡10大财团的重任交给你了。这就是龙剑。没错，大夏至高的权柄。好强的静止，不愧是大夏神物。看来，只有获得最终胜利的人，才有资格触碰它。那个人就是我。大言不惭！秦晓，你以为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？
也配跟龙主抢夺神物？你就是秦晓，你就是大善人龙主。大善人，老夫纵横江湖100年，还是头一回听说这样的称呼。那当然，毕竟你不仅为我家秦晓送来了3位得力助手，还送上了1000亿大礼呢。哪儿来的野丫头，如此放肆！张嘴！怎么，还想让我在你老婆的屁股上也盖个章？你找死！你打我噻！你想骗我在龙剑面前出手，破坏比赛规则，从而被龙剑除名？小子，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！傻妞，你看看人家多聪明。确实聪明，毕竟老婆被人盖章都不生气啊。哟，这就破防了。庶子欺我太甚！等我执掌了龙剑，定将你们碎尸万段！秦晓，你一定要夺到龙剑，否则我们都要被清算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输。龙剑之前不得嚣张。参见护剑人。这次龙剑之争，只有你们2伙人马。其他的人都已经被我处理掉了，而且很快哟。对面的这些人也都将败于老夫手下。龙剑之争本就要分个高低，既然如此，本次比赛就你们2伙人吧。按照规矩，龙剑之争分为3场：财富、才华和力量。接下来第1场比赛，财富。怎么比？很简单，5。这怎么赌？简单，拿出你们的身价，猜这颗骰子大小，谁输光了，这一局就算败了。这么草率，就用一颗骰子？哼，井底之蛙，你可不要小看这颗骰子，此乃天机气运凝结而成，可防止一切天机窥探。在他面前，只有气运足够好的人才能赢。无论怎么说，最后赢的都是我。小兔崽子，我拿到龙剑之后，不管是你还是你后面的这些女人，都会生不如死。真啰嗦，比气运是吧？小爷我最不缺的就是气运。慢着，按照规矩，每人每场只能出战1人。什么？那我天赋绝佳的赌技岂不是无法施展了？傻妞，这场你来。啊，我可以吗？这局我相信你。好，我一定不辜负期望。这位先生，你们派谁出战？这一局由我的夫人代劳。你可知，20年前我在江湖上有个称呼，叫做赌圣。我不知道什么赌圣，我只知道你的后背昨天被小哥哥盖章了。你放肆！听说猪肉至今洗都洗不清。我要掐死他！别拦着我，我要掐死他！陆夫人，冷静，大局为重。龙主，您劝劝啊！我劝什么？你知道秦晓盖的章对我的精神伤害有多大吗？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都不敢开灯。这可是龙剑之争，不管什么事，抢了剑再说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夫人，镇定。盖章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等我老公拿下了龙剑，我要在你们这一群骚蹄子的屁股上盖上贱人2字。少啰嗦，开赌吧。这一局你先叫，压多少？秦晓，我怎么样？我教你个方法。真的可以吗？
那行，1000亿，我压大。小丫头，你很有魄力，但可惜你注定会输。我要让你看看，为何我会被世人称作赌圣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赌圣夫人居然输了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可是用上了祖传的偷天换日手。站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出老千，你找死！出老千，原来这赌圣的称号是出老千得来的。蠢东西，竟然敢在护剑人的眼皮子底下出老千！仅此一次，如若再犯，死！不让出老千，那龙夫人本事岂不是全都废掉了？接下来只能靠运气了。通知10大财团，备足资金。我就不信堂堂龙主夫人气运比不过这个小毛头丫头。老爷子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喂，爷爷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告诉小先生，老夫刚跟米国的马斯克借了1万亿，让他放心大胆的干。爷爷说了，放心大胆干。傻妞，放手一搏。好，这一局我来。这局5000亿，5000亿，现在不败都没钱了，这笔钱只能在10大财团那边借。如果最后得不到龙剑，放心，我知道后果，不用怕，跟他赌。好，5000亿，我跟了，我压大。好。赢了，赢了！哈哈哈哈！5000亿到手了，秦晓的钱财就算再多，1万亿也是极限了。我再赢下最后一把，就能拿下这局了。夫人，稳住心态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一个小丫头，她的气运怎么会比你好啊？哎呀，输了。看来我果然不行。你怎么那么笨啊？不败的蠢货，果然上当了。傻妞，等一下第1局，你按照自己的本性选择，你肯定会赢。第2局，你逆着自己的意愿选择，故意输掉1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放长线，钓大鱼。第3局，骗到他们押上全部的身家。跟我作对，我会让你人财两空。这一局该我坐庄了。这一次3000亿，3000亿！我刚才可是输了5000亿，不行，我不答应。哦，那你要押多少？全部梭哈。敢不敢赌？1局定生死。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我老婆的气运你们都见识过了，跟她赌，梭哈！老公，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？你是我龙主的老婆，你的气运就是全大夏最顶尖的，梭哈！好，我信你，梭哈！15000亿，我压大。好，开。老公，好像是小，咱们好像输了。输了？不可能！你放屁！这真输了！10大财团的钱全都赔进去了。这为什么会输？你身为我的老婆，气运怎么这么差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明明刚刚赢了1局啊，这……
你们笑什么？瞧你们蠢啊！秦晓，终于有人比我还笨了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很简单，上一局是我让傻丫头故意输给你。故意！我要举报，他出老千！对，举报无效。这位姑娘并无出格举动。不可能，没出老千，怎么能控制比赛的输赢？谁说不行了？我这傻妞天生气运好，只要她想，就一定是对的；反之，那自然就是错的。说什么？这么个黄毛丫头，她的气运怎么会比我老婆的好？这是为什么？秦晓，你怎么知道我气运好的？那还不简单？你是我师父内定给我的未婚妻，自然气运是无人能及。毕竟寻常人那也配不上我啊！原来是这样。护剑人，不败已经没钱了。你还要继续吗？我要继续。这是我不败的掌门金印，价值万亿。龙主，你疯了！这可是代表着不败最高的权限呢！不用你多嘴，我不允许失败。秦晓，这一局我要把我输的全都赢回来。你们敢接吗？不接的话，就是认输了。没错。我们认输了。认输？你说什么？你想好了？当然。不许认输，你必须赌。本座还没输过。说你蠢你还不信？我都已经赢了1万亿了，我为什么要赌？万一要输了，那我不是亏大了呀？你确定？这可是龙剑之争，这一场你认输了，接下来对方只要再赢一场，你可就要败了。我确定，就算我拿不到龙剑，但至少我有这1万亿，更何况我不会失败。畜生，畜生！龙主，真座，我早就说过，那个小子就是个畜生，气死人不偿命的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下一场比试，才华。就你这心态还当老大，还不如我的傻妞呢。混蛋秦晓，你又欺负我！欺负的就是你。走了走了，没什么可看的。远，在。下一场比试必须赢，只要夺回龙剑，就还有希望。放心，我绝对让他们输到跪地求饶。第2轮比试规则很简单，画一幅画。画画。在1炷香内做一幅画，如果画意能够引动卷轴共鸣，泛出华光者便获胜。华光越盛，则才华越高。论才华，我自有琴棋书画，无不精通。这一场我赢定了。没想到你这个纨绔子弟还懂琴棋书画呀？那当然，画画可是我最擅长的。我劝你还是趁早认输，龙剑只会是龙主。那不巧，鄙人的作画风格也是相当的风一流。秦晓，这一局让我来吧，门只能出战1场，待会儿第3局力量还需要你对抗龙主。妈，你行吗？女人不能说不行。好，嫣然姐姐，这场你来，让那个自恋狂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才华。这一局我来。秦晓，看来你是怕，居然派一个女人上场，你还是早点认输，免得丢人现眼。女人怎么啦？你妈不是女人，瞧不起女人，你回家从你爸肚子里爬出来啊！说什么？黄美元，冷静点，别被他们激怒。也许是因为刚才龙主夫人做了个错误示范，丢人现眼了，所以才瞧不起女人吧？你镇定，几句话就让你们心浮气躁，成何体统？王北元，你干脆画个王八吧，然后献给龙主，毕竟挺符合他形象的。你再多说一句话，我就算是坏了规则，我也要杀了你！比赛正式开始，切记，唯有诚心者方能让画轴光芒大盛。
王委员，赶紧给我赢下比赛！放心吧，龙主。嫣然姐姐加油！不过就算输了也没有关系，大不了等他们得到龙剑之后，我们再打劫过来。狂妄！居然还在犹豫，你的才华怕是不及我的1/10。我的画发光了！快让我们看看！王委员，你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跟我比才华，还没有人能比得过我。不过，这光怎么有些奇怪呀？那什么，不好意思，忘关手电筒了。可恶，居然敢戏耍我！哼！你们别得意的太早，看看他，到现在还没开始画，时间可不多了。这不可能！哇，嫣然姐姐，你好厉害呀！妈，你太棒了！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！他才画了几笔？心随笔动，这是真正的引动了卷轴共鸣。不错，不错。没想到秦晓身边还有这样的女人，看来留他们不得。山牛，你看出王委员和嫣然姐姐要画什么吗？没有。要我说，直接拿出手机照着手机临摹大师之作，岂不是更方便？对，大师之作张大千，就临摹他的了。嫣然姐姐，你别急，我也给你找一幅顶级之作，咱不能落后。有趣。不用，我自己画。真是怪我，你的画作难道能够比大师的画作更好吗？亮了！我要赢了！王委员，干得漂亮！看到没有，我的画已经画完了，并且我的卷轴已经发光，跟我比才华，简直是自不量力。护剑人，我们已经画好了，这第2场比赛算是我们赢了吧？快交出龙剑！你们急什么？急着去投胎啊！这香还没有烧完，嫣然姐姐还在作画，你们凭什么说你们就赢了？就凭他，还以为有什么惊天的才华，原来就是个笑话！等等，你们看，他的光好像暗下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哎呦喂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半场开香槟吗？你们别得意，就算是王委员的画光亮消失了，至少他也亮过，并且他也完成了。现在香马上烧完，我们必输无疑。没有发光，不过是平平之作，还想比过我的大师之作，简直是做梦！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放心吧，傻弟，你妈自有分寸。哈，后一个以血点睛，此作心诚意志，神韵自生，引动卷轴强烈共鸣，堪称华光天成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这不可能，他的画作怎么会比我的大师之作还好？我可是临摹的张大千的画呀！哦，看来你也知道，你那是临摹的呀。这第2轮比的是才华，我一开始便说，需诚心者方能引动卷轴。你临摹他人之作取巧，此等取巧之作，卷轴如何认同？原
原来你在搞鬼！你刚才拿手机说临摹大师的话更方便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不是，我是诚心的。真是卑鄙呀，秦晓！自身没有半分才华，根本不会作画，只会卖弄这种卑劣的手段。就你这样的人，怎配得到龙剑？我怎么就不会画了？来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画好了，这是我画的，你们的全家福。这上面什么也没有，一片空白啊！这连一笔都不会画，还说画了我们的全家福。秦晓，你真是可笑啊！没错，就是空白，因为一会儿你们全家都会没了，包括你，所以这全家福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很合理啊。秦晓，我杀了你！再敢动手，便立即取消你所有比赛资格，永久逐出此地。还想动手啊？真是狗急了跳墙啊！就算动手，主人也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这护剑人的实力竟如此深不可测，看来今天只有我一人，未必能掌控局面。废物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去告知10大财团，加派人过来。龙主，刚才把他们的钱已经收了不少，他们会不会有所顾忌？他们如果有半点犹豫，你就告诉他，待我拿到龙剑之后，第一个拿他们开刀。是，我这就去。第2场比试，秦晓一方获胜。接下来进行第3场终极对决，力量，胜者得龙剑。走吧，傻妞，愣着干嘛？下一场比试的是力量，你能打得过那个龙主吗？他毕竟纵横了上百年，这力量绝对是他的强项。放心，我可是有9个肾的男人，要不晚上试试？哦，算了，我对小太奶没兴趣。死秦晓，死秦晓！秦晓，下一场力量之比，我要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规则很简单，双方轮流向对方出拳攻击，总共3个回合，谁能扛下来，谁便赢；谁被打趴下或者主动认输，则为败。轮流挨打，那不是先挨打的人最吃亏？不错，所以现在抽签决定第1回合谁为攻方。不用抽了，让他先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我成全你。有把握吗？女朋友，你男朋友最坚挺。如果你能挺下来，那今晚我再走火入魔一次。放心，我一定给你好好治疗。上呀，大男人磨磨唧唧干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准度不错，力量差点，跟挠痒痒似的。你第1击守方未倒，现在攻防转换。老公，你一定要顶住！如果你顶住，晚上我也好好奖励奖励你。你这个臭婆娘，能不能闭嘴？不要让我破功！啊，现在该我沙包大的拳头。还挺能忍。我没事儿。第1轮，双方各承受1击，均未倒下。第1轮结束，准备一下，开始第2轮。太好了，龙主威武！那秦晓看来没什么真本事。老公，好样的！
怎么回事？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？龙主，咱们不会输吧？你这个臭婆娘，我怎么会输？刚才我打这臭小子根本就没有用全力，这回我要让他彻底倒下。切！为了以防万一，十大财团的人什么时候能到？已经在路上了。待会儿如果出了什么意外，就是硬抢，也要把这个剑给我夺回来。明白。小哥哥，刚刚那个老家伙脸都变成猪肝色了，他肯定承受不住你的力量，我们一定能赢。没错，但接下来是他攻你手，他肯定会用更大的力量报复你，你一定要硬起来啊！这什么虎狼之词啊！我已经硬到不能再硬了。如果你能挺下来的话，今晚我让顾姐姐也走火入魔。我也要走火入魔。我也可以。这走火入魔都能排队预约了。第2轮开始。Come on, baby。嘿，找死！这一拳，我要让你灰飞烟灭！那小子肯定粉身碎骨了，连骨头渣都不剩。只要我使出全力，他就会死的不能再死了。难道你们没有听过有烟无伤的定理吗？不，他怎么一点伤都没有？不错不错，这次准度力度都有，不过还是难以让我破防。耶，小哥哥太帅了！完了，龙主全力一击，竟然动都没动，这下不会真要输了吧？不会的，顶多算是打个平手。第2轮攻防转换。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奈我何。那就试试呗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试试就是试。逞口舌之快，先前你那一拳都没能把我打倒，我看现在你又奈我何？刚才那一击我只是用了2分力，现在我要用10分力。2成力？我刚才防你也是用2成力防的你。是吗？那我还是劝你小心点，毕竟这个拳头是可以打死人的。他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刚才那2成力都差点让我破防了，内脏翻腾。如果是10成，那岂不是真的会死？来了！龙主挺住，我们相信你。老公，加油！你要用10成的功力防住他。我投降了。什么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还好，要是真承受这一拳，我必定元气大伤。反应还挺快，可惜完了！楼主！他都被我打飞了，这比赛不用继续了吧？决胜局力量之比，秦晓获胜，3局2胜，最终龙剑归属秦晓。耶，我们赢了！太好了！手感一般呀。这可是大夏的至高权柄，拥有了它，就代表了你拥有整个大夏的执掌权。你，不，我还没有输，这龙剑是我的。小子，你休想染指！龙主，10大财团的供奉高手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秦晓，你就是拿到龙剑又怎么样？我有10大财团供奉的高手相助，今天我就是抢，也要把龙剑抢回来。诸位，跟老夫一起斩杀此子！10大财团供奉，奉家主之命，从此效忠秦晓先生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！惊不惊喜？
意不意外？我们合作了这么久，你怎么会效忠于他？家主有令，只追随胜利者。秦小先生夺得龙剑，值得我们10大财团倾力投效。至于你，一个失去一切的丧家之犬，凭什么让我等效忠？丧家之犬？不，我还没有输。我不败门还有20家分部，只要我振臂一呼，瞬间就可以淹没你们。喂，不好了，咱们所有分部忽然遭到了护卫队的袭击，全都覆灭了。什么？这叫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在你跟我抢夺龙剑之时，你那些所有分部势力都被我给灭了。即使你赢得了龙剑，你也是孤家寡人。这就叫双赢。龙主，本座纵横江湖100年，竟让一个毛头小子耍了。你们倒是识时务，不过空口白话可不行。你们得拿出点实力，让我看看，到底要不要收留你们。秦先生指的是什么实力？当然是钱啊！笨，我们沈家能为小哥哥调动万亿资产，你们10大财团呢？是，在下愚钝，这是我们10大财团的小小心意，2000亿，请您收下。苍蝇虽小，但也是块肉啊！你们先退一下吧。是。好，你们10大财团不是说没钱了吗？怎么还有2000亿呀？这奇血是以燃烧生命为代价的魔道禁术，他入魔了。哟，打不过就黑化，你小学生啊！秦晓，把龙剑给我！这龙主黑化，功力恐怕飙升数倍，这秦先生能扛得下来吗？冷静，咱们静观其变。靠，2000亿的黑卡都给出去了，还静观其变？他要是输了，咱们的投资就打水漂了。就是。裁判，他这都黑化了，你不管管？比赛已经结束，比赛之外的私人恩怨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，我只负责裁定龙剑的归属，不负责保护胜者的安全。听到没有，秦晓，没人护得了你，受死吧！我要把你们统统都杀掉，还有你的女人们！小心，秦晓，小心！都经不住我这一砍，白瞎着变身了。龙主彻底输了。大嫂，趁他们没发现，咱们要不然跑吧。秦晓，我要杀了你们！小心！死了！老公，你死了，我可咋活呀？龙主威名赫赫，他竟然死了！在秦先生手下能接上2招，不，这1招就挥之无去。这秦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？秦先生，神威盖世，我等心悦诚服，誓死效忠，绝无二心。秦晓，刚才谢谢你。没事儿，保护自己的女人，天经地义。我才不是你女人，我是你妈。我报名大小哥哥的女人。我也是，我是他女朋友，我当然更是。你们，我才是他的法定老婆。哎呀，瑶瑶姐，别那么小气嘛，大不了你做大，我们做小，排名不分先后哈。是你呢！哎，不愧是秦先生，行事滴水不漏。唉，终于找到了，这龙印是价值万亿。大鱼都解决了，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知道。秦想，不，秦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现在就滚。想走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交出来。什么？当然是钱了。王氏集团的财产，不都是在你这个少主手里？我可是门清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这是明抢！废话，我强盗不跟你明抢，跟你坐下来喝茶呀。我绝对不会给你的。
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妥协的。不给你！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我只能给你50亿，这是我能动用的全部资产。50亿，打发要饭的呀！真的只有这么多了啊？这钱我就不要了，我送你去见他吧。黄泉路上也好做个伴。别杀我！我给你钱，是我们王氏集团最高权限主卡，家族所有的资产全部都在里面。早拿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不过，这张卡安全等级特别高，必须回到宁城总部才能解锁转账。哦。转账成功，到账5000亿。这不可能！哟，你小子还挺有钱。不可能！你怎么把钱转走了？这是我们王氏集团的命脉，你不能把这钱拿走！行了，钱我拿走了，留着你的性命，你就偷着乐吧。夫人，现在该轮到你了，是你主动点，还是我帮你啊？秦先生，秦大人，我求求你，饶了我吧！我只是一个没有本事的女人，一切都是楼主逼我的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啊！求求你大人有大量！快请起。妈，我看这秦晓是不是看上那个女人几分姿色，想收留她，心软了吧？放心，秦晓可看不上这样的女人。那她能瞧得上哪种女人？比你大的。妈，你乱说什么呢你？你放过我了。我秦晓行走江湖，不杀女人。谢谢秦大人不杀之恩。我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爱说点小谎。秦先生杀伐果断，我等既已效忠，便绝不可再生丝毫二心。明白。主人，属下护驾来迟。主人您没事吧？龙主那老贼呢？他们跑了吗？好，地府团聚去了。啊？您把他们全解决了？要等你过来，黄花菜都凉了，要你何用？属下该死，请主人责罚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我就罚你从今日起接管龙王手下所有的势力、财产、人马。从今日起，你刀王就是京城最大的龙头。听明白了吗？啊，这就是惩罚。这到底是惩罚，还是天大的奖赏？啊！谢谢主人，谢谢主人赏赐，不，谢谢主人惩罚。属下一定谨遵吩咐，鞠躬尽瘁。秦先生赏罚分明啊！我等誓死效忠于他，前途一片光明啊！别忘了，他手中可拿的龙剑，我们追随龙剑，总没有错吧？折腾了半天，真是得到了就祛魅，也挺无聊的。嫣然姐姐，我看这剑还行，你拿着玩，送给你。什么？啊？秦晓，这不太好吧？这可是大夏至高权柄的象征，意义非凡。象征？象征能当饭吃，能陪我睡觉吗？嫣然姐姐，这次比赛的第2轮，你立了大功，你就收下吧。捕捉关键词，能陪我睡觉吗？小丫头胡说什么呢？不，秦晓，谢谢你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现在龙剑在我嫣然姐姐手里，以后你们要对她的命令唯命是从。是。嫣然姐姐，有了10大财团的帮助，你的集团一定可以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的。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。跟我来，嫣然姐姐，我知道你该怎么报答。小哥哥，赵天才他走火入魔了，快跟我走。是吗？还有顾雅、周夭夭、赤蛇，他们都走火入魔了。什么？赶快去啊！我得好好帮他们治疗。嗯。啊？那个，我好像也走火入魔了。看起来今晚会很热闹。